你这花红柳绿，只怕诸神会怪罪。你还是洗净脂粉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再做吧。哎呀，玳瑁姑姑，这是王后赏给你的。这不年不节的，王后何以赏我？孟昭氏，你是王后的陪嫁应女，自你到秦国，王后一直把你看成心腹之人。论亲疏，芈月是王后的亲妹妹；论容貌，那景氏也不输于你。可王后还是选中你首先为大王侍寝，可见她对你的器重。是。因此，你与王后一荣俱荣。眼下王后正受挫折，身处困顿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你要用心好好服侍大王，让大王对王后回心转意。王后对臣妾恩宠有加，臣妾定不辜负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，要向大王请教。说吧。芈月听说，咸阳有一女子，在家是好女儿，在外是好媳妇。有一日，娘家人和婆家人一言不合，动手打了起来。都喊那女子帮忙，弄得那女子好生为难。大王，可有处置的办法？若那女子想做婆家的好媳妇，就该一心帮着婆家；若她想做娘家的好女儿，那就休婚，回娘家去吧。难道就不能两全？不能。也没有是非对错？当然有。那谁对谁错，谁来评判？那就要看谁人说，对谁说。怎么说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大王，芈月为了王后的事情，已经往大王的承门殿跑了好几次了。那小丫头倔强，但对王后倒是忠心耿耿。既然如此，不知为何王后安排身边的应女侍寝，却从来没有芈月。谁都能看得出，芈月的心思不在这里。回去替寡人传旨，把楚国那些被俘的将领们都放回去吧。是。哎，你这是把寡人往哪里带的？大王要去哪儿啊？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。大王日日忙于公务，难得到园子里转一转。前一阵儿啊，这儿的菊花开的是要多好有多好啊，眼下呀都快开败了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们在做何事？今日是吉日，臣妾特地沐浴更衣焚香，前来采集花草，以供奉在臣妾房中神龛面前，替大王和王后祈福。为寡人和王后？是。都祈了什么福啊？大王英勇神武，威冠群雄。王后贤良淑德，风华绝代。臣妾想祈求上苍的神灵，保佑秦国风调雨顺，保佑大王和王后恩爱和睦，更要保佑大王即将出生的嫡子康泰平安。只是祭祀祈福要有虔诚之心，你这花红柳绿，只怕诸神会怪罪。你还是洗净脂粉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再做吧。
你这剑是打哪儿来的？是魏少使的儿子公子撞的。你拿人家东西干什么呀？是公子撞他丢弃的，我在草丛中捡到的。你看，都生锈了。呼，嘿，吼，呼。他好久不见主人，思念得很呢。他是思念草原的风声，旷野的辽阔，想让我带他出去。你不会真的想要离开这儿吧？我一直打算，只要找到幕后真凶，报了仇就走。可直到今日，一事无成。眼下舒姐姐又有磨难，我自然更是走不了。所以你郁闷得很，就来找她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事事都毫无头绪。你有难处，何不去求我父王开恩帮忙？世上可以欠钱，但不可以欠人情。大王若是开恩，我两手空空，无以回报。你是王后的陪嫁，你可以侍寝呢。父王可以给你名分，为你遮风挡雨。你知道我心里有人，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可他一直在我心里。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。孟昭是这个无用的东西，奴婢花了那么多钱疏通，他好不容易见了大王，竟然几句话就被大王打发了。这事怪不得他，大王本来就对他淡淡的。大王的心思太难猜，难也不难。大王看重心思聪颖，胜过脸蛋俊俏。后宫中像芈月那样的女子，凤毛麟角。只可惜芈月不肯，不然大王那边……王后诧异，幸亏芈月不肯。王后想想，要是芈月肯了，王后会真的高兴吗？我有什么高不高兴？肚子里怀着大王的嫡子，却被禁足在此，见大王一面都成了奢望。好在幕间隔三差五的替大王来问候，那只是例行公事。大王并非儿女情长之人，人不见，情就更淡了。示威示威，胡不归呀？谈何容易？相位在那边等待先生已久，魏王已经在边境调派人马，随时准备迎候先生入魏。先生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我和秦王虽然意见相左，但我仍然是秦国的大良造，怎可轻言离去？不求封百里侯，但求展平生怨。先生与商鞅皆是百年难遇之奇才，有其可居于一国一域、一人一情呢？纵观列国数百年风云，有几个国君真的能够以国相托？其有管仲，但管仲之后再无管仲。秦得了一个商君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商君了。大丈夫伸展才能，改天换地。先生与其在秦国与秦王论短长，莫如回魏国，与秦国争短长。你回魏国，替我转告魏王，多给我一些时日，容我筹划。大王，邢夫人派人送来了急信。
明日，寡人要去北郊行宫，你就不用跟着去了。是，大王。还有，去告诉魏夫人，寡人会在迎夫人那边住上几日，后宫之事就交给她吧。是，大王。